所以，你明天有何计划？追风营长途奔袭，人数辎重并不会多，所以守堡之战于他们不利。只有在365天、300天都有大雾的琉璃谷设伏，方为上策。但是宇文破军、宇文破晓兄弟二人定然想不到我们会将计就计。将计就计的确会让人出乎意料，但是伏兵也是真刀真枪，他们居高临下，你又有何胜算？琉璃谷是他们的利剑，也能成为咱们的。到时候陆石会率领主力攻上山头，占领高地。若阿石率主力兵攻上山头，那进入峡谷诱敌的陆石又会是谁呢？明日自然会有一个信得过的人去完成这个任务。你们早就认识我，是不是？是。打从镜花楼那天起，你们就一直装作不认识我，是不是？喂，干什么？你们不认识我吗？不认识，也没工夫认识。明明你们什么都知道，知道我来自未来，知道我说的一切都是真的。这一切根本不是我回到10年前那么简单，而是我们在一个逆向的时空里相遇彼此。我还会遇见更年轻的他，正如他遇见了一无所知的我。初见即诀别。沈不言公子亲启，当我写下这封信时，我终于可以不再忐忑，不再顾虑，终于可以把藏在心里的一切都告诉你。我们走吧。我们并非萍水相逢，而是你一直都出现在我的生命里。小姐，你又犹豫了是吗？他这次什么都不知道，果然我下次什么都没有告诉他。你也是这样叮嘱我们的呀，告诉他无非是徒增他的困扰。既然一切都无法改变，为什么还要开始这段因果呢？是啊，恐怕越是在乎他，越不应该与他相认。反正一切都是徒劳罢了。皇后娘娘，我不是圣国人，所以敢问今为缘起何年啊？那一日我反问了你，公子以为呢？其实是想知道，到底还有多久才能再见到你？大概缘起15年。原来还要10年。今为缘起5年。我知道，你说的一切都是真的，可你却根本不知道，这些年来我所经历的一切。我每一次心怀期许，却又被狠狠地打碎。但是我仍然抱有一丝的希望。如果命运真的可以被逆转，戴上这假面的人也不该是你。如果必须有一个人要死，有埋伏！我希望那个人是我，因为你和陆氏一样，都是我生命之中最重